虽然药师配药拢会依照作业的标准3毒5对，不过科学中药伫咧调配以后，小可无注意，可能会因为人为或者是机器的因素，造成药品的品项或者是剂量的错误。为了降低中药用药的安全风险，奇美医学中心对民国108年建立一套浓缩中药的条码辨识检核，结合 AI 的智慧语音朗读辨识系统，消除降低品项甲剂量的错误。中药局会推这个智能语音的目的，就是说，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发现说，药师们都是一直要盯着电脑取药，盯着电脑取药，盯着电脑，所以我们就想要解决他们在眼睛这方面的疲劳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借由耳朵方面的听觉，瞬间将语音输入到我们的耳朵，来判读说，你取的这个药是正确与否，来加以做这样的一个优质化的处理。它的优点就是说，第一个零错误，因为你听到你拿错，你一定会换正确的药，所以绝对不会有错误。再来就是我们搭配重量的检核，你重量称错了，系统就会告诉你，所以品项不会错，重量不会错，那包数也不会错，因为我们连自动分包机也导入一个智能化，就是说，假设你包的数量跟医嘱的数量不同的话，系统马上会告诉你一个相关的一个错误讯息。不管是浓缩科学中药，或者是专片的药材，透过瓶身的条码扫描，或者是无线蓝牙扫描药材的位置，不但调节速度紧、正确性高，而且对着药师调节压力嘛相对降低。2年来，药师对系统的使用拢相当的满意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